另外來看彰化市民族路一間賣糕肉的店呢，是半暝時啊發生火災，加在有民眾看到就隨去報案，這消防人員也真緊就把火拍花。初步判斷就是因為這煮物件的油鼎插頭無買，害溫度傷懸才會火燒。為畫面中會當看到店面的工作區着火，而且火燒甲真猛。彰化市民族路一間鵝肉檔，拜三天也未光，1點的時陣，消防局接到民眾報案，講發生火災，嘛加在有民眾發現，隨報警處理，真緊就甲火拍花。店員透早嘛趕緊來整理。嘛唔知我暗晡袂食，照道理來講，你甲油鼎拔掉，正常來講是袂着火的，你啊9點我拔掉嘛。消防局表示，這間着火店面是打鐵檔的建築物，因為附近有真濟店家甲徛家，拍火時就驚火勢攤開，因出動8台消防車、1台救護車甲16位消防人員前往救災。着火面積大約1平方公尺，無人員受傷。初步研判是因為煮物件油鼎插頭無背起來，油鼎溫度傷懸才會着火。那到現場呢，我們從外觀看，它是已經有明火的狀況。那大概是在廚房位置有一個類似炸東西的爐具，起火這樣子。初步判斷應該是它爐具的部分，它是吃電的、插電的，而不是用明火的。那它可能店家在休息之後沒有去把爐具的電源關閉，它造成它油溫持續的加溫，然後到達燃點之後起火。消防局提醒，無論是營業場所，也是徛家，電器使用了後，攏要注意甲電源測試插頭拔掉，避免小拍電，也是電器燒起來引起火災意外。記者楊淑靜綜合報道。